大家好，我是洪玉景，我伫个无罪推定内底演的呢是杨丰志这个角色，五个痛苦的，因为伊就是对阿公阿嬷做伙想办法救爸爸，毋过救几若摆拢救袂出来，差不多一半吧，就是三粒爱心。知影有足侪人咧为着台湾的法律咧拍拼，毋过嘛是足侪辛苦的所在还袂达成，所以希望大家看了这出戏了后，伊会当变成5粒爱心，20分好啊。安尼伊关愈久，阮会当演第二季。对，伊若关愈久，阮会当救愈久。第一季没有救出来，第二季继续救安尼。我好啦，应该差不多有9集吧。希望伊会当就是顺利回来食一碗猪脚面线。9集，啊，剩的10分伊家己拍片。无做推定，这是全台湾第一出用全台语演出的律政戏。8月11日开始，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，大家做伙来救尤明哲。